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，时代的变迁，好朋友，即马囡仔伫学校一礼拜上课读1点钟的台语，事实咱的母语要长，要继续流传，实在需要靠咱搁拍拼。因为100-200年前，咱的子弟台湾囡仔是无论什么款的知识，拢用台语咧读。你像讲读释字宪文。汉文的诗句，学到人生的道理，嗰种今日讲出来，咧劝人忍耐，咧劝人忍量，有几多句的诗，内容拢真好。头一句咱来讲，路逢险处须当避，不是灾人莫羡视。是啦，叫你讲哦，遇到坎坷才是险路啦，你唔通硬要甲量过，唔通硬要甲行过，你着爱闪开，着爱撇开，因为不是灾人莫羡视。讲较土咧啦，人世间两项袂白差的。一项就是无钱，啊，事实这栋厝都要500万，我着身躯才50万尔，我要哪有才调去共买？无钱袂白差的啦。俗语佫讲一项啦，无力嘛袂白差的。毋则讲不是灾人莫羡视。你若讲四娘人，毋通甲人讲迄个半斤话。你当着场面，当着拄头，你要冲，要甲人输赢，你爱考虑呢。考虑讲咱强出头，咱多开口。咱若占赢，咱若有面，就无要紧。有当阵啊，闹开街坊笑的，因为咱不是灾人，咱都含慢的人，咱爱吞忍。啊，当然啦，含慢毋是永远含慢啦，有一天吼，场面换我的啦。所以释字宪文搁另外一首，一句诗写了真好，伊讲：留得我河明月在，不愁无处下金钩。叫你短暂时间吞忍，毋是讲就真闹开，毋是呢。咱爱鼓励家己，继续拍拼。继续增加家己的实力，本来有才调担100斤，咱即马拍拼，互伊担150斤、担200斤，嘛会当照顾身躯边愈侪的人。你讲看无影？啊，毋则讲即句留得我河明月在，本来人民间常常听到拢是讲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无柴烧。毋过即句迄个文学艺术的形象加真明，你甲体会。讲我河四海的明月啊，原在啦。总是你去到倒位，鱼钓啊落落，都在钓钓啦。啊，明月哪有可能会无去？表示讲吼，年久月深，总有一天相拄会到。只要讲咱莫错节，莫失志，短期间的忍量忍耐，对你无得较歹呢。只要咱有法度培养家己的实力，留得我河明月在，总是有一天换咱发挥、换咱得运的时阵，悠然的来啦。